2月7日就知影立法院长到底是啥人？即马民众党的8席立委就是上关键的少数。即马有传出国民党是希望讲会当含枪配，这个问题是表示讲，这款的组合真有意思。也那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伊是互赵少康甲点名，讲伊口才无够好，佮加上弃保的效应，毋才会来选输。侯友宜是表示讲，这就是伊家己无够拍拼，会用心来检讨。 这边选举立法院无任何政党过半，民众党有8席的立委是关键的少数。即马立法院院长到底是立白合作，还是南白合作，是政坛关心的焦点。团讲国民党想要和韩国瑜甲吴国昌组成韩枪配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17第一面对外表态。哇，这实在太有趣了！韩国瑜加黄国昌，这实在是。 哇，这个画面很难想象，或许人家有政见发表啊，就是说，你希望怎样？所以不急的，还有2个礼拜，给大家思考一下。郭文铁讲，目前是无机会拜会韩国瑜甲尤锡坤，不过民进党也示出善意。民进党的立委柯志杰提出讲，黄珊珊的大兄前参谋总长黄曙光有国防的专业背景，会让作为立国的人才，会让促进立白合作。反正有各种说法嘛，就是。 蔡壁如反对在立院绿白合，您主席觉得呢？所以说我们这个台湾民众拿的好处，就是各种声音都有。有关大选做票争议，中选会已经出面严正的补贴。郭文铁也认为，无啥可能有大规模的做票，但是台湾投票的方式太过落后，应该推动无在籍投票。当然，在这一段时间，如果有做得不够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回归市政工作，第一遍参加市政会议。 即马大家伫咧检讨国民党败选的原因。副手赵少康讲，侯友宜口才无好，再加上气候保管的声音，才会败选。侯友宜也承认家己努力无够。检讨的声音我都有听进去，也悉心的接受。侯友宜自己努力不够，我相信这些批评跟指教都是为我好的。 侯友宜讲，伫选后有分别打电话给赖清德甲郭文铁，希望台湾面临真侪挑战时阵，爱大家团结，听民众的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